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多元族语交流道的节目，我是包文老师，他们是我的学生。我是 Lodan， 我是阿麦，非常高兴今天上电视台教大家太鲁阁族的族语。今天的主题呢是礼貌用语篇。礼貌用语篇，我们先教大家用唱的方式来教大家。我唱一句，你们也要唱一句。观众呢可以一起和我们唱一句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们开始哦。比亚苏吼，比亚苏吼，唔好爱苏巴来，唔好爱苏巴来，伊尼达格达，伊尼达格拉，比亚苏吼，比亚苏吼，唔好爱苏巴来，唔好爱苏巴来，伊尼达格达，伊尼达格拉，比亚苏吼，比亚苏吼，唔好爱苏巴来，唔好爱苏巴来，伊尼达格达，伊尼达格拉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很简单。好，我们不只是用唱的哦，我们也要加动作加进来，好不好？我们试试看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开始喽！比亚苏吼，比亚苏吼，唔好爱苏巴来，唔好爱苏巴来，伊尼达格拉，伊尼达格拉，比亚苏吼，比亚苏吼，唔好爱苏巴来，唔好爱苏巴来，伊尼达格拉。伊尼达格拉，好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很有趣。观众朋友，是不是非常好听呢？一定非常好听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们一定不了解我们刚才讲的族语是什么意思呢？好的，我现在就来翻译给大家听。好，比亚苏吼，你好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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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好爱苏巴来，非常谢谢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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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尼达格拉，对不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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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了解了吗？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复习一次动作加歌唱的方式，再来复习一次，好不好？好。开始。比亚苏吼，唔好爱苏巴来，伊尼达格拉。比亚苏吼，唔好爱苏巴来，伊尼达格拉。比亚苏吼，唔好爱苏巴来，伊尼达格拉。好的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观众朋友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那我们族语教学的时间到这里结束哦。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太鲁阁族的部落，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文化哦。再见喽，刷牙大喊！刷牙大喊！